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區塊講解王。我哋呢個頻道用最簡單嘅廣東話去幫你講清楚乜嘢係加密貨幣、區塊鏈、Web3 背後嘅科技同原理，唔係炒幣，唔係 sell 夢，就係想你真正明白到底呢個技術係點樣運作，同埋點樣影響我哋未來生活、資產自由同埋網絡權利。我聽人講個智能合約就好似自動販賣機咁，聽落嚟咧就好似好簡單嘅片面嘅比喻，但係原來呢個先係真正智能合約嘅精髓所在。咁呢一集我就想10分鐘之內講清楚智能合約究竟係乜嘢，點解佢會完全改變我哋對信任同埋商業模式嘅想像，佢咪真係會預示未來經濟行為呢？首先咧，我哋就要從合約呢兩字講起。咁喺傳統嘅世界入邊啦，一份合約咧係由兩個人或者兩個機構簽署嘅，用文字寫明。如果有一方做到某一件事，另外一方咧就要做出相當嘅回應啦。例如你俾500萬我，我就交樓俾你。但係呢份合約咧就係靠法律去執行嘅。如果有任何拗撬咧，就要打官司，又要揾律師上庭，又嘥時間又嘥錢。咁正所謂智能合約 （smart contract） 啦，並唔係一份真真正正嘅法律文件，亦都唔係乜嘢 AI 人工智能。佢咧即係一段寫好咗嘅電腦程式碼，部署喺區塊鏈上面。咁程式入邊啦，就會設定好一連串嘅條件，例如如果我收到錢，就會自動發貨送貨啦。如果今日嘅投票超過過半數咧，就會自動執行某一個決策。如果今日氣溫低過5度，就賠償客戶嘅旅遊保險。咁簡單啲嚟講啦，智能合約咧就係一種自動履行承諾嘅邏輯機器。最重要嘅係，一旦部署咗喺區塊鏈度，就冇人可以再改。你唔可以中途話反口，亦都唔可以之後去改變任何嘅記錄，因為係儲存喺一個去中心化嘅網絡上面，係由成千上萬部電腦共同咁記錄。咁換句話講啦，就係你唔需要信得過某個人，或者你唔需要揾第三方去監察，你只要相信程式碼會做佢應該做嘅嘢。而你當呢啲嘅邏輯應用喺金融啊、保險、物流、投票，甚至喺遊戲入邊咧，就可以創造一套公平、公開、唔可以作弊嘅自動系統。所以講到底，智能合約咧，最革命性唔係去快，唔係去慳人力，而係去改變咗一個最根本嘅概念：點樣先叫信任？你最容易理解嘅智能合約嘅模型咧，就係自動販賣機啦。想象一下，你去到一個販賣機前面，你擺咗10蚊入去，撳個汽水嗰粒掣，咁個汽水咧就會自動跌出嚟。咁成個過程咧唔需要任何人手，冇人審批，冇人可以阻止你，亦都冇人咧可以喺背後改變個規則。咁販賣機只要睇兩樣嘢啦，你俾得夠唔夠錢，入邊有冇貨。如果呢啲條件符合咧，就會自動出貨；唔符合咧，就唔做嘢或者退翻啲錢俾你。咁呢個邏輯咧就係智能合約嘅精髓啦。條件滿足，自動執行，冇需要信任何人。但販賣機嘅最大唔同咧就係販賣機會壞啦，會冇電啦，會俾人 hack 啦。咁智能合約部署咗喺以太坊嘅區塊鏈上面啦，有成千上萬部電腦共同嘅執行，唔可以改，唔可以停，冇人可以走後門。所以咧理解咧，販賣機賣嘅汽水，智能合約賣咧係一種自動、公平、去中心化嘅執行邏輯。咁喺技術上面啦，智能合約大多數都係部署喺 Ethereum 上面。咁 Ethereum 係全球第一隻支援智能合約嘅區塊鏈平台，係由2015年推出嘅。佢咧就可以令到開發者向一隻叫做 Solidity 嘅coding language 去寫低一啲唔可以更改、公開透明嘅條件邏輯，部署喺區塊鏈上面。咁呢啲智能合約嘅特點啦，就包括去中心化。唔會單一依賴一啲服侍器啊，或者啲機構啊，咁嘅系統咧就由成千上萬嘅節點啦，一齊共同去維護嘅。第二就係唔可以更改，咁一旦部署咗咧就冇得改啦。第三就係自動執行，唔需要任何人為嘅干預，只要條件滿足咗咧就可以立刻執行啦。第四咧就係開源透明，所有人都可以睇入邊程式碼嘅內容，冇黑箱操作。咁呢個咧就可以令到任何人都可以寫一個應用，例如眾籌平台啊、NFT 市場啊、去中心化保險啊，然後咧就交俾個系統自動執行，而唔靠任何或者唔信任任何中間嘅機構啦。咁我哋咧就用去中心化借貸平台 Compound 為例子啦。咁用戶咧可以擺啲資產啊，例如 USDT 啊、USDC 擺喺個平台入邊啦。咁平台嘅智能合約咧就會自動出去借俾其他嘅用戶。咁同時根據借出同借入嘅資產比例咧去計利息嘅。咁成個流程就係存入、計息、收息，全部都由智能合約處理。咁佢有4個優點，第一就係個速度啦。咁佢基本上就係24/7咁樣自動執行嘅，唔需要等人哋去批核嘅。
第二就係成本，我哋係慳咗銀行同埋中介嘅費用，手續費咧就係嚟自鏈上面嘅交易 gas fee。第三啦，就可以防止呢啲欺詐欺騙啦。咁所有條件已經寫死咗喺個程式嗰度噶啦，冇人可以後悔或者冇人可以抽水自己改任何嘢。第四咧就係信任最小化，你唔需要信任何人，淨係需要信程式碼同埋數學。咁呢個就係令到智能合約喺金融啊、保險、物流、遊戲同埋法律合約等嘅唔同領域都可以大展拳腳。咁智能合約係咪真係萬能呢？咁啊未必，因為現階段咧仲有幾個好重大挑戰同埋一定要面對啦，而且有啲問題已經曾經造成一啲真實而且好嚴重嘅後果。第一就係佢嘅編碼風險，智能合約咧一旦部署咗就冇得改噶啦。雖然呢個保障咗不可更改嘅特性啦，但係同時間亦都代表咩啊？一旦寫咗出嚟，寫錯咗就冇得改翻轉頭噶啦。最經典嘅例子啦就係2016年嘅 DAO Hack。咁 DAO 係當時最大型嘅去中心化自治組織之一，基於以太坊嘅智能合約結構入邊嘅，咁有籌過超過1億美金嘅 ETH，但係由於程式碼邏輯出現漏洞啦，有啲人就利用咗呢個漏洞，合法對根據合約嘅邏輯去將入邊啲錢轉走。咁技術上咁樣講咧，佢並非係一個黑客入侵，而係按住合約嘅執行，正正凸顯出 code is law 嘅副作用。code 唔係完美，寫錯咗咧就係法則本身嘅出錯。咁最終啦，佢哋嘅社群都決定硬分拆啦。咁以太坊就分成兩條鏈，Ethereum 而家比較主流嘅版本啦，同埋 Ethereum Classic。第二就係 Oracle Problem。咁智能合約本身上面啦，可以讀取鏈上面嘅資料，例如賬戶啊、交易記錄啊。但係現實生活中其實有好多好重要嘅資訊嘅，例如匯率啦、氣候啦、比賽結果啦，呢啲全部都係鏈外嘅。咁智能合約要讀呢啲資料嘅時候咧，就要靠 Oracle 玄機去餵入啦。但係如果 Oracle 提供呢啲假嘅資料，或者俾黑客攻擊咧，就可能導致錯誤嘅結果。例如一份氣象保險合約，Oracle 錯誤咁樣餵入咗落雨嘅資料，咁個合約咧就會自動賠錢。咁即係其實可能當時根本上就冇落雨。咁目前好似 Chainlink 呢啲例子啦，就係專門提供一啲安全去中心化嘅 Oracle 網絡，但係成個風險咧都仍然存在嘅。第三就係 gas fee 太高，咁以太坊啦作為一個主流嘅智能合約平台，當交易量比較多嘅時候啦，網絡就會好擠擁，咁手續費 gas fee 就會大幅上升，咁個簡單嘅合約互動都可能要幾十或者上百蚊嘅港幣，咁其實佢都唔係好利好關於一啲小額或者日常嘅應用啦。雖然而家有越嚟越多嘅 Layer 2方案去比較緩解佢啦，但係都未非常之普及嘅。第四就係使用嘅門檻比較高，咁寫智能合約啦，需要掌握 Solidity，仲要了解鏈上面嘅安全、Gas fee 嘅計算邏輯啊。而對一般嘅用戶嚟講咧，用呢啲智能合約嘅 decentralized app 咧，都未算好，非常嘅親民啦。但好消息嘅就係越嚟越多工具都係慢慢改變緊呢件事，例如一啲 no code 嘅平台啊、AI 嘅助手啊，或者啲開發框架等等。你可以想象一下未來啦，智能合約唔淨係程式，而係一個制度嘅重寫。咁亦都可以想象一啲例子，就係房地產交易全程咧都由智能合約咁處理，自動俾錢、過戶、收稅，冇律師費，亦都冇中介抽佣。第二，或者保險合約可以連住一啲氣候嘅資料啦，只要落雨超標就可以自動賠錢入戶。或者我哋喺遊戲道具上鏈上交易透明，每一樣嘢都可以追蹤，冇人可以 cheat。第四，可能有啲 DAO 嘅組織運行公司已經唔再靠董事會去決定，而係全球持幣者即時投票執行。所以咧，智能合約唔係只係一個功能，更加可能係下一代嘅制度、經濟模式同埋社會信任嘅機制嘅基礎建設。咁總結一下啦，智能合約就係一個公開透明、自動執行、不可更改、去中心化嘅數位邏輯系統。佢唔需要人為干預，佢都唔需要信賴任何人。只要寫好一啲邏輯條件，佢就會代替你執行每一步流程。佢令到我哋重新思考究竟信任係啲乜嘢，中介仲有冇必要呢？機器係咪真係可以管理經濟制度呢？如果你覺得呢一集有真真正正幫你明白到乜嘢係智能合約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留言話俾我知你最想我講多啲乜嘢啦。我係區塊講解王，下集見，拜拜。